係啊，各位聽這樣歡迎我嚟揾邊啲福建嘅節目。老毛去啊！我可能寫背下有哈啊！歡迎啊！這禮拜我講鬼嘅歌數，接平，是聽啱咩？當聽冇掉住 effect， 我放 echo 啊！接平，今日你是當到啱咩聽到這節目咧？我哋而家寫字淡薄，正要氹隻鬼，又老鬼，半大鬼，四人鬼，有個咧？荷蘭龜，你鬼去荷蘭啊？喂，個荷蘭鬼介紹我們是隻鬼啊！這禮拜是啊，是錯話嚇咩錯話？荷蘭是錯話哦。咩荷蘭啊？荷蘭是荷蘭啊？是咩 ？OK， 你介紹啫，介紹啫，我啥咧？啊，有哪咧？這個處男就處不處女？定得歪歪唔是歪歪冇處啊？歪歪係坑婆咧，你一我是荷蘭啦，荷蘭嚟，我啦，唔是荷蘭嚟啦，馬來西亞嚟啦。啊，對，馬來西亞嚟，當今到啲荷蘭，了我是到啲荷蘭，定住教人一教食啫，你叫王爺告訴教人講嘅，了一隻啊，即人情深，了佢有啊，十字，我十節嚇，今年只十節嚟咯，十字。十字咯，十字節，多來，有時個有這裡一時見面歪啦，台灣都冇聽到這荷蘭嘅，連個另個一看是咪做嚟浪，一名叫嚟浪，我日可以名叫嚟浪，你浪你歹聽，是啦，是呢啦，最名好聽我都正。嚟浪是，唔係啦，唔係嚟浪啦。係啦，嚟浪到日本，嚟浪是當時到日本嘅嗬，你使講哦。對，講㗎啦會，嚟浪到日本嚟浪唔是邊興嘅人嘅嗬，都唔是邊興人，你講話就冇噪音。沙拉瓦啦，特別話你邊興福建啊，即歡迎你沙拉瓦噪音人，唔使講。成個你雲吞咪是多咗好嘛？嗰類你嗰另外一間咩啊？是叫咩阿 B 啊？阿 B 啊，是定到是阿 B 嘅事，唔使講你字名出來，我確定我未記得講咩啊。伊是到啲沙拉瓦本嚟講話，唔是就因你叫咯，我聽過到頭前是隻無是講小弟告訴佢啊。伊講伊到啲 jogging 嘅就困去後邊胖堆嘅你叫。伊 jogging 後邊胖堆一實困去。我懷疑是咪是做夢咯？真係後邊噴。唔知我就講你小弟啊嘛，一句傾嘅啦事。你講下，等陣我聽到隻雜魔鬼嘅聲咧，就是我諗嘅。胖大海嘅聲係真搞笑嘅。你講咧豆瓜豆卜嘅你之外拍未到？你特晚你講直接講，你嗰個姊妹也是最朋友嘅，你都上一件出嘅。哦，我當見過一個我係大姐喺我邊啊。你大姐啊？你大姐是正大姐還是假大姐？假啦，長版呢，擺得得。我長版80萬蚊俾你嚇。你是唔是俾？你俾一隻？我代做錄音嘛。哦，你係照用呢個標準。哦，你計講是唔是伊個你特晚係你80萬蚊買啊？俾好事咪是唔是俾伊個是送嚟？俾大支是送你臭米嚇？是咯，伊係你班都破嘢。較早是我人testing 嘅聲是一個碰大海嘅麥介亂啊，吱錯呢。所以我就俾人講，但當今日我有八個現條嘅聽眾，啷這三間冇聽到現條嘅嗬。冇啊。好。冇。啷到正聽到，唔免聽現條咯。然後當我有八個人聽現條，我無久我做錄音嘅時候，若是講你要來聽，嚟講你咪參加我人講啊，你會使接去現條嘅位聽，你要再哪聽，你就要去 join 迄個 Skype 嘅 chat 我不拍啊。哎呀，你是拎啊，叫你拎啊叫啊，當你拎啊事，然後然後話咧，這禮拜咧。定特晚sorry啊！你暗格講鬼故事，你我要做可能驚嘛？哈能啫嘛？那我等陣我個對處咯。你見叫你大指睡眠床啊，你做眠床啊，你困。
啊，一整只贵哦，一晚爱80块哦。啊，被十块的房间啊，什么啊？怪困天你啊！春天哦，诶，等陣，我俾每看啫，康大海啊，你是到即個來人，到底出事？我是吉打的人來。哦，你這個大，你另外這你是大毛嘅大牛嚇？那我本來用吉打鼓嘅咩？所以看到有人用去了。哦，咪變康大海去，用吉他是啦，咪是學吉打鼓。嘅大毛未使，嘅大毛未使。嘅大波唔係啦，叫碰大閪啦嚇。咁碰大冇啦，閪，吉打出名鼓了，有出名比個嘛？嘅大 B 啊，碰 B。係咯，旁邊。唔係啦，講我小氣啊，上這邊我未記啊。你講係咪記得精彩啦？你碰到海唔是我正嘅名。啊，係啦，是碰大閪是啊，即係你知咱食四個湯裏面，但我碰大閪唔講，呢件是碰大閪，你知咧，我隻字兩嘅名，嗰陣時我學啊嘛，成日你未 keep 咯，嗰陣時我學啊嘛。啊，我觀下開始個結經嘅啦，成日學落個結經嘅咯，依個結叫落。啊，個有喂咩事我學，觀下睇下隻字睇下，即係咪是我學啊？冇你家嚟咯。我是已經我用我名本嘢嘛。是啦，特別我叫你喂嘛，我唔是叫，唔是滴滴嚟咧，喂。我特別我看到一個人嘅名，成日聽到是啷個有一個人名叫 Colin 咯，人會聽講到啲 Australia 一間，我咪是幾古靈精哦，就看到啲名就幾古靈精。我就看啲名我都叫你冇聲名，有一個有一個，呢叫一間唔知咩晒嘅一間。即係就唔知叫咩嘥嘅定之事，望嘥嘅這邊唔使啦，未記啊。OK，來，咱嚟放回這看，你知道吉打到幾格來10萬八。10萬八咯，10萬八學嘅話叫咩？四斜崗。四斜崗。四斜崗嚇。四斜崗。夜崗就係10字咯，肯定。哦，搬開嚟雜幫出來呢。葵花，對，然後按照為了阿胖大喺度，按照小聽就變得學見嘅呢。有一個大波講嘅咯。我只大波是唔是有我來玩特別嘉賓咯？無伊干那聽呢，伊聽爽呢。哦，聽爽呢，感謝哈大波，感謝。伊後尾就叫大波。感謝哈大波，介紹一個胖大喺聽。這樣叫我查某啦。哦，光是查某就叫查某，是查某就叫查某。是有啊，冇有啦，特別大波，大波，查某，你做咩人？肯定叫下。嚇，我只有3個查某，一個查某。哦，那麼是，當然你聽到啊，個了。冇啦，我當然對另外一個。大紙嘅厝。冇上人啦，感謝你哈大波，介紹隻大波聽一個 podcast，變得好嘅，你特別講嘅，變得好嘅，你話特別嘅邊個咧唔是變得嘅人，變得嘅事嚟，變得嘅事人少嘛，特別唔要緊啊，人講嘅好嘅話上嚟啊。冇上我唔要緊啊！你但是聽係明白就好，成個係你啊，你浪咪是伊沙拉瓦，係咪是全部走音啦噃？嚇！沙拉來咯，啊你到時咯，叫住你咯。四咩啊？四次崗啊！你是碰到四崗次啊，四斜崗嚟來啦，10萬八。然後即係嚟浪呢？嚟浪到最嚟，盧啦嚟浪。Sarawak哦，你啷講？Sarawak kucing，到喵回來，到喵回來，喵，到喵會卡出去來。安怎你看？不要緊啊！你冇講就故意告訴過。我是阿羅斯啊。是咯，off topic。冇啦，SP 啦。OSP 掉成個蛋呢。成個蛋呢掉，頂住你個教我媽講嘅叫。講我啲啊。我媽對呀，對邊頂呀。OK，嚟講，當先生講故意告訴呀，講緊係故意很正嘅看，10分正嘅冇講就故意告訴過，咁咩講？嚟直接講聲啊！即係學講即啊，即係啊，即係日本啊，你碰嚟浪，試下浪毛啊，嚟浪講聲。
你啷講？你聽到一款嚟先，你聽板凳嘅應該是愛聽。貴個數，這是貴個數，唔是板凳，這是貴個數。冇板凳不過關係就貴嘅噃。啊，講啦，咪是講咯。安尼我先講板凳啦嚇。啊，板凳就是講你我人沙拉瓦嘅人咯。講下大聲淡薄板凳。哦，我人沙拉瓦嘅人就是講用就去山頂嘅嘛。哦，是咩？沙拉我只山數。我係去山頂咯，拍山刀啊，你款嘅物件。山刀啊！我只聽中文名山刀嘛。未是拍人嘅山刀啦。啊，拍山刀就是講你落山頂嘅時間，落山嘅時間就是講未使叫嚟名咯。哦，去山時未使叫人名啊。去山嘅時間，去 forest 嘅時間咯。啊，去山巴。未使山巴嘅時間，未使叫嚟名咯。你叫是講叫迄個人嘅名啊，迄個人是叫你掛號咧，會使掛號。化名。化名會使咯，未使叫安尼咱是變咗學嘅，咪使去山頂去做咯，山巴去做咯。咱咪驚，咱冇叫人知名。唔係啦，你啷你歹聽。你咯，一人就是講我，你叫伊字名嚟講我，伊就是伊個鬼啊，嗰時迄個拉薩。我想我聽過呢。哎呦，最聽，最開 live feed。最帶你 link。他們落鬼。最人開你冚去，冚一冚。最聽，我唔知最喎。唔是我啦吼。最人。你啷個？係咪物件？哈哈哈，等你冚去。等乜最頂？等乜最頂？冇啊。等乜是你啷個是歪歪？冇啊，我冇聽到啊。嗰是你啷啊？我冇。而且等乜聽到成個有聲呢？佢。哇！我冇聽到，我冇聽到。我冇聽到。唔知我咪貴，喲貴咯，是哦。哎，三年費咁啊，阿 John。我冇，我等你做 live show 啊，咪其實三年費我驚條 crash computer。哦。繼續做嚟。你個啊，後面嚟講個，你講後面嚟講個咩？後面你刷對告訴後面講。拍山刀咯，就是講未使叫伊名咯，你只講叫伊名嚟講，互伊拉啥物件踢掉嚟講哦，伊拉啥物件就對咯，帶伊帶伊對伊位安尼款咯。哦，我不聽過咯，真我不聽，頂次就講拍山刀攏會記哦，佢告訴就講拍山刀嘅事咪是，頂次我未記住講啦，唔知是住啊，頂次是講拍山刀嘅事咪是講伊對伊只接起，唔知是紅菇佢講係唔知。就講伊對人拍山刀嘅對迄直直味著是炒山刀味啊！就講啊，未記啊，哪會記哦？冇聽過無？無咯樣。我了都有聽咧，都冇聽到安尼款嘅咧。啊，了，你會告訴你現在。了就是講未使叫嚟名，了未使帶迄個安怎講？迄個。好食誒，伊味真重誒，迄款迄個物件啊，帶落山頂咯，你是講帶落去，就是會甲照路安尼。咩物件重？你別使食咩？食誒物件，袂使，袂使芳誒，你是講夾芳誒物件。袂使食無不帶去山食。榴蓮啊，你看物件我炒誒我。哦，重味袂使啦。但是講你較早誒時食，嗦，伊講嗦。你先是做日本來，頭擺講嗦。人幫賠錢啫。幫賠是幾招？食誒物件啦，賠是食誒物件咩？我是講幫賠錢，賠無數咯，你是講你夾迄個好食誒物件去喎，伊就是講伊貴愛食咯，伊就甲食你創你袂出一算。啊，你不家己貴個數，你無講貴個數。啊，貴嘅個數就是講，我有一擺甲我誒爸去拍山刀誒時間。啊。那這是飯店誒個數啦。啊，飯店啊，要爽我愛。你在拍山刀誒時間，我都有幫伊買我。買是安怎講？買是你放個燈呢，放喺你物件係燈呢啦。你放緊下骹迄邊，你放喺物件燈呢？
迄个胖胖的只物件啦哎。呦，死了鬼嘛对得来咯，了就是讲，放咧迄个物件落去诶。鹹糊啊！袂是鹹糊啦，傻嘟都食鹹糊誒。我小肚，我们在手都讲咩？ fruits 咯，你看然後胖胖嘅 fruits 咯。我看 fruit 上面榴蓮啊，榴蓮不會使啦，特別榴蓮真難看出咯。嗯，了，了拍傻嘟嘅時間，就是放一杯經嘅口啊。嗯，了都經一潮咯，等下邊等嘛，等一擺來時間，都用一情拍伊嘛。我叫青山啊，對，啊了，了我人就經一潮咯，等就等伊傻嘟咯。啊，了拍傻嘟嘅時間就是暗暝傻嘟開出來嘛，就是講去那邊過暝咯，潮咯等過暝咯。了有一擺就是我搞一擺經伊嘅潮咯等那邊，了就飆，了 suddenly 就講聽到有迄個細囝哭啊，你看會聲無？阿咪咪，囡仔阿咪 baby 嘅囡仔嘅哭嘅聲。靠什么？卡烧啊？好，哦好，希望不要听，我不要听啊，好嘅聲啦，我做手嘅聲，講咯，就是安尼看咯。啊了，那就是講聽到一聲了就超奇怪咯，我就 call 我爸咯。啊唔記得啦，阿咪來，阿咪聲來。係笑係咪？就撈出來啊！就撈出來啊！你知我那沙拉我的人錢啊，無咩小愛講安尼款的，無咩小愛講。我記得啦，阿咪來個，我知道唔是話？知我來，唔少啊。誒媽，你款的啦，媽你嚇我啦。有我就是講沙拉我的人錢啊，無咩小愛講本地那物件。係啦，伊講，係啦，咁咩？就去講啦，聽到見得好了。了，不要緊，你到日本不要緊，反正那上回被歸海。了，了就聽到見得好啊。啊，了，了我就 call 我爸就 call 我咯。你用拍電話呀？我實在叫伊呢，咱攏上一位啦。見未講嘅潮咯，就是講我快掉。阿咪見來，你數都來直接來有問題。唔是我喎。冇啊，我真冇數啊。你聽到特別句聽到，句聽到。冇聽到咪？我聽到。啊，等面是歪歪咯。聽到咪喂？一般你就幾直接就大聲咧。咁樣就冇啊掉人。啊，你一入去講，我個聽到等一聲，我就冚你聲嘢哈。啊，歪歪。我講得到了。你講個看，你考你爸哈。我 call 我爸，我敢若有聽到我安尼款誒。啊。安尼面型咯，然後爸本看我咯，就講有聽到咯，哈咩來？大聲哦，撲機！哎呦，是一定是你嘅咪喂喂，是我就係啱係啱，喂喂聲啦喂喂，我改咯係啊 ，sorry 啊，聽講，係死我冇 edit 所以你就會聽，啊了，我冚你係啊 ，because 至少大聲，了，了，我講得到了，咁你講叫你爸咧，我唔你大聲哦，伊聽到伊好嘅聲大聲，啊，伊敢若。伊人就是講有一款便當，就是講話，伊是講伊聲是大聲來講，伊就真遠嘅話，便當啊。哦，那細聲就那近。對。伊我驚我冇幾長啊，當然。我人就差不多安尼款，敢若 beside 咧伊安尼款話。啊咩嘅？有，經咧伊喺邊啊 ，beside 咧。在你係啊，有明啊。對，一邊頭咯。掃啊，掃不多大粒啊，掃啊掃。你聽我講聲，你喺度敲咯，敲了我就緊張咯，就夾一程，看到病咯，用迄個 scope 喎。然後我就，你在沙巴內邊喎，伊是講一潮是講成真濟嚟講，伊就冇咩有風嘅嘛。你無條底就真濟風喎。風吹來。伊風又別是講。From one direction 你看真濟 direction 你看來無伊風，然後就緊張咯，就別怎做好咯。然後爸就互我一個聲講，點咯，莫出聲啦。然後我就看咯，看，然後無條啲見伊個迄個樹樓開迄邊伊個 leaf 真濟 leaf 嘛。聽到，下，你看會聲咯。
虾米就袂知虾米来咯，就去迄邊看咯。看了看到一個查某啊，伊長頭毛了，伊個虾米，伊骹是無誒無？無卡呀，伊無骹誒。了伊就用伊手迄邊呢撒伊 leaf 迄邊呢款行緊過安尼咯。伊蝦米色嘅衫？伊色衫，伊衫我有淡薄 grey 呢款嘅咯，無咪。你頭毛長長啊，查某？頭毛真長咯。然後就是講看到伊個腹肚迄邊換一個坑安尼款咯。呀！然後伊行路啊，伊袂曉行咯，伊無骹嘛。嗯。然後用伊手安尼款，白啊！安尼款寫。哦，伊是到底塗骹會白曉，伊無起來掉啦。伊就是安尼款，慢慢安尼款寫。哎呀，吉利，各位聽眾，我可以教我咁時候係你白個小天。我搞一把就緊張咯，袂知做好咯，就去一起喺邊掂咯，就等甲早起，等甲一擺早起，我人就是物件等了咯。哦，啷個未對嚇？你是啷到底頂面你到幾名嚇？拍數度時？邊頂是講拍袂着來講就3名，你看我人準備3名food了嘛？哦 ，3 days food 嘛。所以你是到底處長頂面嚇？誒，你到底處長頂面啊？處長嘅樓頂。嚇，所以你看到嘅時，伊是到底塗骹嘅底看到白鬼啦。對。哎呦，吉利，我冇聽過呢，告訴你講係白多一坑嘅啊？伊腹肚安尼款有坑安尼款嘅咯。安怎有坑？你成日看湯過啊？還是就是see through 咯。see through 哦。哎呦，伊就是講伊腹肚嘅位，伊袂是講你看到伊個肉安尼款嘅位咯。啊，伊是講伊迄邊伊真啊敢若 blur 安尼款咯，看無咩會着安尼。哦 see through 咯。你捌看過一擺啦？你家己親身看過啦？看着咯。你有驚？你幾歲啊？是？我迄一擺是16歲、17歲啊。哦，你爸甲你兩人做在看到啊？了個有一個華南人。我人做在去拍即個拍速度啦。你華南係拍速度嘅咩？伊袂是華南，伊是迄個。哦，即個沙拉瓦嘅，阿斯利呢？對。哦。要驚咯！我驚，我冇聽過呢個吉利呢，我不當咪就是做鬼戲，我都未做啊。你捌聽過彭德奈 story 啊？伊做咩事啊？你看。唔係講下。彭德奈咧，就是我袂知是有影無影啦。我人聽誒就是講，迄一擺World War II 誒時間，日本人嘛來馬來西亞。袂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然後迄個查某就互伊個日本人 rape 咯。哦。伊日本兵 rape 了，伊就大腹肚無，了伊個 village 嘅人就是講，伊個腹肚內面是迄鬼嘅囝咯，日本鬼嘅囝咯。哦，伊學日本兵嘅時候，日本鬼 rape，伊學日本兵 rape。哦。了你知馬來西亞人嘛是講日本人日本鬼咯。哦，了伊就講伊腹肚內面是日本鬼嘅囝咯。了伊大腹肚嘅時間，人就是講買互伊囝生出來就。直安尼看，去看電視機安尼大聲。誒，你是看電視機嘅啥物啊？這是彭大海位嚇。啊，等陣哈，小聲一點。干巴閉呢？都只有人講邊都叫人小聲一點。那幾高啦？你要叫人講邊都叫人細聲冇？有彭大海，你彭大海啊，無即啊嚟攏講。你日本啊鬼咧是安怎？不到啊，伊個 village 人就是講，伊有伊個日本囝個鬼咯，就直直你看學伊腹肚個囝出來無？哦，伊是伊家己學咧，查某學是別人學嘅囝出來。別人學伊囝出來。哦。了伊就 overblood 死去咯。哦。了 after that，伊個 legend 就是講，伊看到大埔個，迄個大腹肚個查某個。就會害伊查某咯，從伊 jealous 嘛。哦，所以本店那是成日被害你大腹肚嘅人啊。對，了看到大埔來講，伊就食伊個蝦餅啦。食咩？伊個血啊。哦，有咩？我唔知喎，講我聽。伊就是講伊 attack 大埔嘅血咯。聽嚟做咩？寫時間，
来知啊去啊？知啊。哎呦，我冇聽過喎，我冇聽過喎，你 live 會聽講，反正我冇聽過嘅驚。然後就是講我寫嘅時間，我一樣經沙巴嗰邊看到，就看查某無條地講咯。然後伊個人迄邊近嘅人就去看咯，看咩代誌咯，就看到看大埔經伊個樹樓開迄邊死掉了無？了伊個迄邊冇好社會咯。對，了伊人就是講咪講創安尼大數就無放落 newspaper 去咯。哦。到底上一位啊？上一位啷拍啥都位啊？無啦，伊是近伊個無在迄邊位。哦，我未知是到一邊嘅。我覺這人嘅即個現場嘅聽講啊，每看伊面記哩哦。伊面看袂到。哦，伊頭毛扎掉。伊敢若 grey 安尼款咯 ，overall grey 安尼款一個，你看到人嘅。影特別看袂到伊面啊！我聽一人本嘅咧，即係幾個後你看到，影特別你無咪看到，只是 detail 面無咪看到，當時。係咯，對咯，我嘛看到嘅，伊本講嘅，伊大擺伊迄個物件，伊無互你看到伊面嘅。啊，嚟你講嘅事，你講嘅事，講是講看到面嚟講，伊可能就會死咯。哦，你講是真啊迄個熊嘅鬼嚟講。紅龜龜唔講掉，紅龜龜講事，你同佢學這胖大海講嘅事，你胖大海。嚟我講一真啊，真嘅故事啊啦。你講伊是發生，唔是，這是一個。retired 咧，policeman 甲我講嘅。退休，馬達退休。他退休嘅馬達甲我講嘅，伊啊個是即已經是1974年發生嘅事啊啦。Then because 因為即個故事好上過頭，這是一個 accident，了過頭，嗰種過頭不可思議啊。So then 用甲了 cover 起來，用雖然有翕到聲下面啊，特別用甲了 cover 起來咧，用咪放出來，咪甲人講下咯。So as a secret folder 小弟馬達了下咯。X file 哈 ，then 係是 X file，哎呦 ，X file 哈，X file 哈咯，then 係是發生啲係啲石浪哦，去到北行迄條highway位啊。這是幾年？九七幾年先啊？你走七幾年？1974年哈。因為我出4年咯。古啊嘛。我出4。啊，你阿個係算話你幾年整㗎啦？32年。啊，但係因為伊即是，你就30幾年前咧，係會嗰陣時邊啊，嗰陣時係啲樹棧啊，係啲巴嚇呢嘛嚇，嗰陣時吼，咱有一日係是，伊迄條路已經發生一個古怪怪 accident 啦，特別係啲甲無咧特別 skip 下架去咯，所以我講一個甲特別是就是吼，係個有一個紅甲無啦，伊報名伊無有新咧，就6幾節咧就，等陣時把伊報名伊接到伊大三個嘛，等陣時伊爸打電話來，伊厝內人拍電話，別行嘅厝內人拍電話來講，伊講，我阿爸看病了，真係重啊，叫人較咩轉來嗰隻哦，要麼是愛愛嘛是報名喺病轉去咯嗬，要麼是趕轉去咯，第時人我較咩換車換愛換。你換車去別行，你就過highway嘛，所以換到一半去，死火哦車，喊弟弟，那車火佢無去，那時車佢慢慢停下，死highway佢無人管你暗喎，那時伊翁就講 OK， 我落去 check 一下咯，因為我落去 check 一下係咪事，那時吼伊翁落去 check 一下，伊講。伊甲伊某講無蝦米事啦，伊講是講無油，但媽別去拍油。等陣時哈，等陣時伊講不要緊啊，這邊離頭啊個5-6個 kilometer 爾，我去買油轉來，等你大條步道嘛，你無油對我去嘛。哈，所以留到車位咯。所以伊某嘛真係驚，因為迄陣時也是真係驚。一等個真係久，伊翁無轉來，就一看到翁行回去咧，看到無佇翁去咧，一直驚。那陣時伊佇迄邊真係驚到掉，那陣時所謂伊suddenly伊驚個聽咧砰砰砰迄個聲，你就佇車頂位就，你車頂車頭有砰砰砰迄個聲，特別伊毋敢出來就，因為暗伊根本看袂到，你就古早係會佢無路燈無啊咪，係了車位佢無迄個時鐘嘅嘛，你古早佢無 handphone 嘛。所以是伊真係驚，伊個袂可以，翁個袂 contact 掉蝦米，你嘛死要賣出來，一直直聽到迄個砰砰聲，你知哦？你直直驚到迄個，啊種啊，伊驚蔣啊，啊種蔣啊，
啲車位咯，啲車一成 lost conscious 咯，波棒波車嗰陣就，嗰時一條單隻驚住講個差唔多天光啊嗬，我做棒一成做棒嗰陣，嗰時伊講伊看到伊看到車嗰口天光啊，咱特別伊成叫把頂車停落來嗬，特別無車踩伊咯就，特頂過伊車嘅時候，就看咩看快走下架去。嗰陣就嗰陣時嗬，你看到 police 來啊，佢正久尾看到 police 來啊 ，police 就用佢哋咪佢講車內邊嘅人，你落車嚇，你落車你咪看後尾講你落車，你直直行過來頭前，講你咪看後尾，你千萬袂使看後尾，你知哦。嗰陣時嗬。伊嘛是看咩行，看咩落車，伊就驚冇看咩落車，一行去頭前哦。那是伊直直驚嘛，伊只你知影人就是 curious 嘛，對，叫你咪看到就驚不驚看哈。一看過去呢，一個人死去，你知影看到蝦米哦？一看到伊翁吼，佇迄個車頭頂迄邊啊，然後真啊濟隻迄個怪獸啊，像鬼漢啊，也迄個樣嘅正格個咧尖尖嘅啊。去查伊身軀，咱伊嘅腹肚內面食啊，咱是骨樣叫啥食屬甲迄個伊嘅頭就甲了啲正了，迄個數迄個腦啊。咱個也是樣有翕到小影，特別咱 after that 因為傷驚人啊，所以樣 cover 起來嘛，互人知這事。我聽嘅袂講嘅 version 無特別。真正講嘅 story 咯，就是講跟丁海倫嘅咯。講跟嘟，跟嘟海倫，跟嘟海倫。那就是講伊 story 本是講咯，就是講羅昂。你咪講到最後第一條書。羅昂波就是講，你在跟嘟還未做好嘅時間，伊路嘛是真暗咯。然後。伊個翁就是伊個迄個跟嘟誒，迄個 construction 迄款誒人無？我即個本是迄個 KL 誒 construction 誒人聽到誒無？然後伊就是講，伊迄擺伊對跟嘟誒 construction 咯，伊就舉伊 blueprint 嘛，可能有爾嘛。然後伊舉對厝咯，就是講 draw 伊 blueprint 咯。然後 after that 就是講跟嘟誒人就打電話互伊咯，就甲伊講。佢咩特別舉迄個 blueprint 來咯，無來講咱袂做袂着工嘛。然後伊個某就大巴肚咯，伊就袂就講，莫幫伊一個人建厝嘛，了就白去咯。然後伊人白去個時間，伊就一半讓咯死火了，伊個車就袂行咯，伊就袂贊做好，伊就講真近咯，真近伊個跟嘟了嘛。然後後尾伊跟嘟了，伊就講叫伊個某。因為伊某大巴肚，叫伊某講警車等伊咯。等了，伊講伊去樓頂叫人 help 咯。了，after that 伊某就去到袂對本咯。了，伊就是講伊去嘅時間，伊袂知是伊個車弄到一個，敢若目拄安尼款物件。你知跟嘟嘅位真正安尼款垃圾嘅物件嘛，頭擺山內嘛。了，伊就弄到迄個物件咧，人就袂知咯，就無插銷咯，就去到。一半就安尼款咯，然後伊就叫伊某見伊車等咧，伊講去樓頂叫人，然後伊個某就等到困去無，然後 after that 伊就聽着講伊車頂本是砰砰砰那款嘅聲咯，然後伊就去到奇怪咯，啥物物件來，伊驚了就等了無條啲，伊看到。係咪真濟人來咯？伊個迄個 police 人話。唔是上個即個碰大海啊。上個，了伊砰伊小嗰時袂掂無，嗰間迄邊無。了伊就伊 police 人就講，你甲我來，你莫看阿妹，你講，了伊某就出伊車咯，了伊就慢慢行去伊 police 迄邊個位咯，了伊就 curious 講阿妹是啥物物件來啊？你看砰，啥物小人你看創伊車，了看到白物件，你看個伊個。紅嘅頭啊，見伊請落頂，你講砰，伊請咯。差唔多像嘅，我可能是像隻 version， 像隻冇像 version， 像隻 version 嘅嚟換所在。安尼我冇嚟見一段 game， 我冇嚟見一段 game。跟丁真正你看嘅無？你知伊跟丁啊，
哎是我讲英文出来。跟嗯跟多我。嗯伊 construction 呢，我一個朋友 construction 呢，跟頂嘅 construction 咪就甲我講，13樓嗰陣是蝦米物件進來邊咯？係伊個你知咱做卡西諾嘅時間嘛，是講飼真濟貴囝，你看嘛？哦13樓是迄個物件咯，規個 floor 了是咯，人講。哦，13樓是似貴啊！對，然後有一擺就是講，伊人着。accident 或迄個，袂知是儂紅某死嘅迄個，有一擺有着一個好大嘅 accident 咯，就是講bus 起嘅時間本是着浪安尼款嘅，真正安尼款嘅代志，就是講迄個13樓嘅伊個迄個啥物啊法師啊，迄個法師無飼鬼咯，着安尼款嘅代志咯。OK， 見啊，講白佢等陣我去看看咱嘅你 live 嘅聽眾，你現場嘅聽眾，幾人會講啊？就是講咪 Alvin，就跟 Alvin 講學路係咪？我唔知講咩學路係咪？你講叫我學話，都唔知咩學咩。一個你 Nick 講咪，我你一本背，學咩物件啊 ？XD 就咩物件，我都唔知人講咩骨頭。你有時我唔知人講咩喎。養背名，叫我學養名，你叫我學養華名。我唔知特別叫你講話聲，我笑就聲啊嚇，我個好亂。你有時當劍攏個有拍物件，個有把你鬼物件，龐大海。哦，講過龐大海講。因為我媽都有看到嘛，所以伊細漢個都係一直甲我講嘅就。嚟講我聽。那是有一道是因為阮古早大啲甲北間嘅嘛，但所尾是阮搬去西斜港啊嘛，所以。我媽都逐擺有去練氣功迄個物件啊，去拍氣功，咱一早去哈，袂啦，小當啊扶袂起。但是伊因為搬厝啊，但係你厝離迄個樣練氣功嘅所在怪遠嘅，差唔多愛下晡到半點鐘肯計夠啦。所以早起5點咧，起來做好 everything 啊，5點咧，伊個下晡到去嘅邊啊就。迄有一日是伊起來，伊感覺着啥人無爽漢啊，伊講也無買去啊啦，因為也無買去啊，伊講 OK 買去，伊就倒落去困啊就，嘛伊倒落去困的時候，伊成幫忙幫請講，伊已經去洗面啊，坐摩托出去啊就，坐摩托出去的時，伊就過迄條路頂擺是佇做緊的，就佇做路緊的就，迄時伊就看到一個番仔查某坐佇路邊位，佇好那時，伊就停落來，因為迄個番仔查某，你做啥物事好幹的市場？伊講福建話是講河南話。伊講番仔話啦，就講做物事好，因為要跟他發人意，那是。我做伊番仔查某。大白高大家驚，你下你講唔拿幫人意思。唔能講人意思。那時迄個查某鬼就。答伊咯，答我媽講，毋是鬼啦，我媽做夢，這是成個夢漢嘅。誒，佢講但媽我 accident，因為我做工愛去做工是 accident，了當然上去落棍厝了 ，on the way 上去落棍厝了。我媽講 on the way 上去落棍厝嘛好啊咯，如果之前好做咩？了媽冇無去試伊下面嗰隻，一直看到你環摩倒去伊拍氣功位，那時所謂是到早起啊7、8點半伊醒起來嘛。那陣時我爸就佇外口買 breakfast 轉來啊，那陣時伊就講嘛講，大媽迄邊啊半路迄邊啊 accident 咯，死上個有一個查某，番仔查某死去哦。那陣時我媽根本無去理下面個，你知道？第二日即隔一個報紙嘅時候，我媽開報紙看到accident 咯，伊講人整一條路喎，那陣時看，小番仔查某安尼食面呢講。安尼想，伊就直想啦，就想甲想到，等於佇夢話咧，伊看伊點聲，伊個迄個所在，甲伊看着想個想。我嘛常常會看到，哈！講我聽，你嘛看到未？講我聽，你嘛有佇嗰當然無啊？我嘛困了個2點幾咯。或者是啊，或者咱是招你嘛講下。我嘛伊真正伊 because 伊有迄個陰陽眼的書啊咱伊會看到的咯。even though 伊去看下個過後啦，伊 still 會看到淡薄誒。迄咪看乜噶？
就是講佢找人講甲伊冚下甲迄個營養液。哈，因為古早是伊去看人跳動嘛，你係坐講啊，你坐講就suddenly叫伊說伊 just 徛佇邊仔看遐爾，咱特別毋知咩事，你坐講啥，你就叫伊過來講，你過來，我有物件甲你講。迄坐講就講伊講，如你好，伊講如你我互你兩條路行，伊講你都就是做動機去跳動啊物誒。第二呢都就是慢慢去找一個人講個你冚下甲你營養驗去，伊講啊無你有一日死去你會毋知啥物事誒。哎呦！呀哈，伊喊甲我嘛講者我嘛驚，伊講哈喊即講你甲我冚下甲去，伊講伊莫做動機，因為伊袂食這個人，所以伊講伊莫做，但是冚下甲去哦，特別冚下甲去，伊本是會看到本誒。你尤其是最近 IC 啊，總之是伊較 sensitive 到迄個最近 IC 誒是會知。哦，哈，所以講吼，特別我真係驚，伊甲我講哈，我昨暝做夢着最，我真驚。人幾夢着咪咕。等嘛甲我講，昨暝夢着咪咕一粒。你咁樣翻嚟甲我講啊？講你無營養鹽，你本有辦法，你看會到誒無？會看到誒。你在迄個本島哦。本島人不上班呀？啊，不上班，對。啊。伊講，伊人講你暗暝時間，你喺本島房間裡頭遐邊，你看會到誒。唔知有咩？特別我聽人講，嗱，你若是去有你搞嘅目睭啊，目睭曬啊，你去摸你目睭啊，咪你看到。啊，本條過咧，咧。是咩？毋是搞個人嘅卡嘴很對調，係啦，都壓落去俾看到嘅咩？我話你朋友羨慕啦。啊！我幫你12點食蘋果。啊，對，幫我12點食蘋果，我冇乜聽過。點啦，食蘋果。點啦，這樣是看你水 reflection 是驚。未是，迄個是快掉落嚟，你 future。你紅你包呢？哦，掉閃掉，肯定食到白。佢對鬼食到白啊！誒，你個講佢你問看到嘅鬼告訴我，你講嘅時間佢調整以後一本哪嚟講？我講一個伊做夢着人愛死嘅咯。嚇！伊逐擺是做夢着啦，係做夢着。伊較濟做夢咯，你成日伊去我講一巴沙馬蘭嘛，這是我 friend 看到嘅。嗱，你講啊嚇，咱最真正暑假去巴沙馬蘭嘅啊。4字啦。聽嚇4字有無？伊是我一個 friend 啦，伊住佇 flat 樓嘅嘛，伊做工嘅啦。住佇 flat 樓，但是伊坐巴士轉到厝嘅時候，都差唔多是暗暝7、8點，漢天已經 start 暗暝嘅事啊。是巴士機人啊。伊逐擺那是伊坐巴士轉厝，那是伊就有一日，迄時是7月啦，咱就坐巴士坐到轉去，伊講，奇怪，今日巴沙馬蘭成個較濟人漢尼講。嘅濟人咧，比平時嘅濟人濟，比平時濟正濟就對啦。咱個大本濟正濟，伊講哦，平時巴沙馬蘭無罕長嘅，今日較長啊。咱是伊就無操，伊落巴士嘛，先去行巴沙馬蘭買物件食先咯。咱是伊就行，伊看到啥濟人成個無血色，啥無像人漢尼咋？咱後邊伊本無去飼嘢，後面伊嘛是人行，咱是伊看到是若未發龜咋。未發龜，嗰陣時伊就講，我驚食。發龜，伊講你發龜，伊講伊毋捌看過，逐擺人都無講真驚食發龜嘅嘛。我驚，我逐擺唔驚食發龜。我本是屬甲食發龜。你我發學嘅事啊。你嗰陣時，而家咧講我都唔敢食發龜魚。我就食 ，sorry。他唔食龜嘅是食。就啊！聊看到發龜。嗰陣時看到，哇！伊講你發龜食幾水紅很紅幾水呢？伊就想愛買就啫。咱特別咧蛋是真正無起白，真細蛋呢。咱看到真水，咱就直去問安哥，你發龜怎買？安哥，你發龜怎買？迄個安哥無睬伊啦，安哥是直迄個頭漢直壓掉，無睬伊，伊想伊聽無了啫。直問，咱那是。迄個安哥就上你舉頭去看到伊，咱才看到個安哥啊，半邊面是爛的，
咱留条血水，咱迄个血水嘅色，就上加是迄个红，迄个发龟嘅色。佢講唔掂，佢講到硬。紅過啊！無啊，咪做人你驚啦！怎麼係一個學？下檔你聽到咩？有啦，幾係咪一個幾重嘅？是，我個聽到，誒冇，哦，這是對嘅，即係我喺嗰度聽到啊，我會聽唔到，有本啊，我聽唔到，有我有聽到。然後啊驚。有時，嘛去80萬人啊！哎呀，我愛去，我今日見到發龜啊！我看到見到有那隻啊，時我看到幾蚊走字啊，我食了成。然後，哎，就88幾去買？嚇，88幾，80萬人望買。88幾冇貴。我頭都講我係 second encounter with ghost 咯。然後講經神都幫 beach 嘅時間。係咪bon？神都幫神都幫喺見嘅啊！對。然後見下邊度bằng glo 咯，我諗所以bằng glo 見下邊鐵塔咯。講下多聲波。sorry。然後講去bằng glo 鐵塔，然後我甲內couple，我講嘅。哪裡 couple 呀？哪裡？內 couple 安怎講？couple 咪是 couple。哪裡？哪對人？哪對？係是 couple 還是拍拖？哪對嘅人咯，就了個一個是查某咯。了。你會知啊？曬，意思是講曬查甫曬查某。曬查某嚇。了兩是 couple。couple，是日本啊？一到日本嘅時候，那是 couple。แล้วกับเรือแล้วอาเซียด้วยออมยาเกี่ยวกับเรือนิกเนมเกี่ยวกับเรือละเลยลองกับเรือไม่ละไม่ได้ไพ่เสียงละแล้วดู落บังกอ咯ดู暗暝嘅時間就講鬼故事喎講你知啦細細嘅時間就講鬼故事咯就講鬼故事講跟一白個你喺邊講咯然後就講鬼故事講無條啲一講鬼故事嘅係靠大波啊就跟一 group 裏邊我能敢那十個那款坐緊嘛你無條啲就跟一十個裏邊那款衝落去喎就講伊就真驚咯我就問伊做咩事咯做咩事頭卡跟伊頭卡入邊跟一把跟迄個白個你嘅頭卡迄邊坐緊我能講幾個事你無條啲就跟伊個我能係十個裏邊你看無條啲按怎講走落裏邊去無按怎講啊按怎講我咪叻仔一十個嚟答案裏邊咯就講真驚你看無條啲啦然後我能就問伊做咩事咯然後伊就唔係講喎我一叫出來嚇一叫出對一叫落伊十個裏邊去然後伊就唔係講喎我能就講無對皮無對皮咯就落伊個網絡裏邊就講唔係講了咯然後迄一個大波就驚咯就甲迄個袂講嘅 group 嘅查某就迄一個查某本看著咯伊人就見迄邊話就講看著蝦米物件你講咯講了伊個迄一個查某嘅一隊嘅迄一個查某啊就無咩爽咯就講做咩事甲伊安尼好咯了就食醋咯就走出去咯然後走出去了我就見邊無事咯帶隊來咯等到2點半3點無隊來吧即是只查某食醋查某走去查某就無無隊來食醋嘅查某我食醋我查某看到另外一查某去走去看過嘅是下一間查某食醋係啊對但是攞秒對嚟講啊 rewind 講緊係炒 OK 你食醋走去啊查某了嚇伊查某就走出去咯就見伊邊出邊未知做咩咯我就等到
跟2點半3點伊無來喎，啊然後就袂知無對來就袂知安怎好咯，就去找伊咯，啊然後就分兩個 group 咯，啊然後一個 group 就3個人，啊一個 group 就4個人咯，啊然後就我那個 group 就去 left 咯，然後伊個4個人嘅 group 就去 right 咯，啊就講安尼款找來講就對，右地來講就對快點嘛。啊然後就找了，我嘅 group 嘅就是講，無條啲行，你款找就叫伊 touch 啦，你款看咯，找咯，叫伊，我原本無咪會甲叫伊名咯，叫伊化名你款咯。哦，別記啲啥，我嗨講叫嗰邊咪叫人知名少。對。有，然後我人就，有得去過口叫靚啦，叫無出聲噃，然後你都唔知你叫伊，對，無看到伊咯，然後就袂知，然後就行了，無條啲我朋友就講，就驚咯，無條啲準無伊，然後就講，你人會當走哦，因為我迄擺真肥嘛，伊就問我會走。然後我講會咯，然後蝦米代志，你就唔乜甲我講無，我就講走燈，你會當用咩就用咩，你走燈網絡咯。你無懷疑咩？懷疑，就是袂知做好咪啦，伊又唔咪講，我又袂知，蝦米就做袂着嘛。你叫就走啦，走咯，就是安尼款走落就走燈網絡咯。那一擺走燈去嘅時間，就看到伊4個人本有條無，我問伊，對，問伊你啷無找伊咩？你講我人本是無咪會對皮啊，你款走轉來咯，有冇垃圾就冇好事啊？對，有，就等咯，就見未甲出無，見網絡等咯，等到早起5點6點，你看迄套大波轉來無？了早起嘅時間，我人就問咯，你人看到蝦米？做咩事你看？了伊人就講4個人哦 ，group 嘅人。了就問伊人，了伊人就講，伊人行嘅時間，了無條啲看到一個查某哦，長頭毛，你看見伊那頭前袂使講好遠啊，你看啦，就日伊人叫伊人來無？哦，一手一你啊，對，了叫伊人來咯，伊人就看到就驚咯，袂知安怎好咯，就走轉網絡去咯，了有一個就點跋倒咯咋。伊敢若着迄個草安尼款啊，搞着伊骹跋倒咯，咧就夾伊罵咯，你草字嘟咯，會使講唔歹，是莫甲，你講莫甲食我咯，你是講甲食我來講，我創死你咯，講了伊就走轉去咯，走去一擺困車時，伊骹迄邊我，有隻手會贏啦，有掠條手會贏，掠條伊骹，對，你規暝走袂對吼。伊走會對，就是講點跋倒咯。哦，是一間食醋啊走去，還是一間遐？袂是食醋啊，無事。無事，哇，害死人噶啦！轉來時候每伊有看到物件，人講無，伊講無，蝦米就無咯。哦，一間是跋倒，靠着跋倒你講下。所以對，伊個骹掉的是迄個點交跋倒，迄個4人嘅 group 咧。4個人嘅 group，是4人。4個人嘅 group。แล้วมันสาระไงแล้วว่าดูสาระไอ้ story ดูสิก็ว่ามือที่เขาควดเดียวให้มีเนาะแล้วไอ้ดูควดเดียวจะตัวเลี้ยไอ้บัดจิ้วจ้ากินว่าไหนปีปีให้เป็นเดือนควดอีบ่แล้วอีจ้าอีอาบุควดเดียวไอ้บัดจิ้วสิกันไอ้ดูกินว่าไหนอาบุมาว่ากับเขาเพียกินเท่าจังกี้มาไอ้ดูกินอาบุกินมาแล้วไอ้ดูกินจะ touch light 咯 touch ว่าไหน group จะ touch light นะมาแล้วไอ้ตัวแกกินไอ้ touch light ดู照我人頭前喎，แล้ว照你講是兩個人見頭前嚟講斜到咪兩個咯，無得啲三個人嘅斜到走出來噃。哦，然後呢度做咩事安尼看咯？呢度出袂對咯，一擺變起後尾看嘅時間，敢若有物件對見伊嘛，一擺變起後尾看一個大大粒目睭看見伊咯。喲，一粒呢。
一粒呢，一粒呢，大粒诶，了，哦，但所以叫你走啦，还是叫你走？伊就叫变准了，伊问我阿妹嘛，就讲你会当走诶，见我未晓走，我可能未知安怎好嘛。啊，練都練，咁背嘅人未走，咱用練。你滾就一粒，我度頭靠去練啊，練就更加快啊！誒，當然我俾講你歡迎往幾內 live 去聽講是即係立場就來聽人講，講聽5分鐘就驚，立場。誒，我講聽，等陣，我講聽，等 before 你聊嘅時候，我講當今啊，我和即個。嚟講講了嘅時候，咱就聊啦啦，特別咱聊那是接那個落地而出嘅事嚇。哦，當個物件講，當然就講啦，就驚啦嘛，嘛實都跟你講係了去咯，咁咪落驚落刀，好咪到時。特別當聽眾咧，即係各位 podcast 聽眾咧，就等嗰條嘅禮拜四，唔知幾禮拜四我個綁地而出嚇。一當然咧，嚟講講係了。我講得到了。你講了嘛？對個一萬個了。嚇。有事，冇意思嘅事，你做咩請一隻啊？嚟講，我一等我愛困咧。有事啊啦！哦，你幾聽幾個數咧，咪唔加困咯？唔係，等陣未困一頭，已經唔係我對咩啫？問驚咯，你咪就驚嘛，慢慢對咯。未驚嘛就請一隻。你下車一隻咁成你大子講，大子要聽哦。冇啦，我到底係款。冇，我知你平時是要聽 podcast 是要聽，到底對。伊冇咪聽啦，我有落去伊度聽。好落去聽，把感謝下大子。或者對聽就個邊，我哋落去聽。使。或者聽對就個邊啊，感謝啊。阿張嘅德林嘅時候去食。แล้วก็ก็ทำมันลูกก้อนแล้วไปจีเด嚟ลองบ่บ่แล้ว講係แล้ว佢咪講係แล้วจะ八講係แล้ว落地字ไปสิแล้ว呢度我諗到每一頭一科講幾個數嘅時間，做咩數嘢你看見咯？每一咯，呢度講看到迄個樣嘅物件咯，查某定也叫伊來咯，伊是見伊迄個蝦米，你知迄個船嘅 beach 邊邊迄邊嘛是有真濟船咯。你船 stop 嘅是 stop 一見船嘛是一支叉，你看插進去 beach 迄邊啦 ，connect 到一船咯。伊查某是見伊叉落頂迄邊徛緊嘅。哦，即係可能拍功夫嘅，拍功夫啊！你看，了伊就徛緊伊叉迄邊叫伊來咯，伊就看到伊驚咯。了伊就逼緊內邊咯。了 after that 我就講，即個網購到底有啥物物件？無對片，就是網購呢啦，即位呢，即位有啥物物件未對咯。然後叫伊 owner 來就講，我人袂當了咯，即個為我人愛 cancel 咯。了 cancel 嘅時間就問伊個迄個近迄邊做工嘅查某咯。伊袂是伊caretaker 是 caretaker 咯。然後問迄個查某就講，啥物代誌？即邊做咩事安尼看垃圾，我人就規暝人拄着垃圾物件咯。了，伊就甲我人講，伊講袂使講出去咯，就是講伊網購後尾迄邊有一個查某誒，迄個廟啊，迄個查某就是講去迄邊誒，伊是迄邊誒 previous owner 啦，互袂知互啥物人啦，迄個 rape 咯 ，rape 了互人殺死無？哦，了伊幫曉，伊幫對。廟你講廟是暗你知哦。一磅哦，就冇後尾磅啦，那是上一間嚟啦。但係大粒目睭你唔知是啥物啦，唔知啊。唔知是啥物，迄邊真濟安尼看垃圾物件誒，就是講山東邦誒伊個 history，就是講頭擺有人伊個歷史，迄個大粒人話，就是講愛喺邊起物件嘛。哦，起別成樣。起愛起厝啊，起安尼款物件了，就叫伊個迄個迄邊誒。Aboriginal 講搬去別位咯，伊人就莫搬咯，伊大粒人就放倒活落去水去咯，真濟人死咯，死了就是講，伊人講暗暝時間都會看到伊個人袂知伊死啊，驚病，做伊人 everyday life 安尼款咯。
OK， 記你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我當然咧差唔多要1點鐘啊，特別是咱八字句曬到對嚟收聽，我人較濟誒節目，等下落到啲 live 嘅即係現場嘅聽眾一個老調性啦嚇，我肯定要被拍學啊，不，誒接觸是要被拍學，喂講要故意告訴本，但係是唔係吱就一條冚去，感謝各位聽眾，感謝喂，感謝碰大海嘅大子嚇，感謝大子 ，OK， 了啊。對個收入，即係收嘛，即係啊嚟講啊，感謝各位收聽啊，咧下禮拜嘅再見，拜拜，拜拜。